匹克球呢項運動每年都喺度不斷改變同演變。我整理咗5個最關鍵嘅擊球方式，你喺比賽中一定要識，佢先可以跟得上2026年嗰種快節奏嘅打法。我哋即刻開始啦。首先係抽擊放短波組合。呢個係一個你必須要識嘅策略，原因有2個，而且非常明顯。第一，當你用第3板抽擊打向對手嘅時候，佢哋好有可能會失誤打落網，咁你就白白執到1分。呢個係一個進攻性嘅策略，用嚟推進到廚房線。如果你第3板只係釋放短波，你嘅對手基本上永遠都唔會失手。冇做只係幫到你上到廚房線，但係你永遠都唔會執到免費分。第二，如果你對手回球非常長勁，搞到你第3板要向後退住冇打，咁樣要準確咁放一個第3板短波係非常困難嘅，但係就冇抽擊第1球會容易好多，然後你就會得到一個容易好多嘅波去放短。基本上每次你抽擊第1球都係為自己製造一個更容易放短波嘅機會。我哋需要有啲第2個技巧，就係能夠打出非常強勁嘅接發球。意思係對手發球俾我，而我就大力抽擊個接發球，向佢哋施加壓力。打出好嘅回球會令你對手陷入困境。因為如果你完全大力抽擊呢個波，而你對手被困嘅底線面對住一個高速飛來嘅波，佢哋就好難準確回擊。咁佢哋可能就要好似我哋之前講過嘅，用抽擊再放短嘅方式應對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翻個球又短又高，落咗發球區中間，你嘅對手一係就可以準備好大力抽擊，或者更得人驚嘅係，亦都係我最憎人嘅咁樣對我打嘅，就係佢哋打出帶攻擊性嘅滾網短波，好似咁樣。呢個好難應付，因為如果你跑緊上前，有人將個波打向你腳邊，你好容易會將個波挑高。所以咧，我哋要避免送免費分。打出個好嘅接發球嘅關鍵其實好簡單，球員咧通常會犯嘅錯誤有2種。第一，當個波飛緊過嚟嘅時候，佢哋企喺度打完個波，然後先跑。但係問題係，佢哋上到廚房線嘅時候已經太遲，或者佢哋會做嘅係，當個波飛緊過嚟嘅時候，佢哋完全就冇跑住冇打，咁樣你就會失去控制同力量。所以我哋其實要將2者結合，話你知點樣先係最好嘅。所以當個波飛緊過嚟嘅時候，我其實想用我哋第一步配合攞擊球嘅時間，利用動力同穩定性去擊球。所以應該係咁樣樣嘅，個波飛緊過嚟，第一步嘣，然之後咧我就可以好似咁樣向前衝。第3個必須要有啲技巧，就係能夠應付對手嘅抽擊。所以你上到嚟呢條廚房線啦，你嘅對手蓄力，然後大力抽個波過嚟，你點樣應付佢哋嘅抽擊，向佢哋施加壓力呢？幾乎所有球員學緊呢招時都會遇到過一個錯誤，就係佢哋做錯嘅一樣嘢，就係當佢哋上到廚房線時，佢哋開始時塊球拍會貼近自己身體。然後當個波打過嚟嘅時候，佢哋會伸直隻手去迎個波，好似咁樣。問題係，如果你嘅時間掌握得唔完美，如果你差少少，你就會打落網或者打出界。所以你要做到完美先得。正確嘅做法係，當你見到對手準備抽擊你嘅時候，我哋嘅準備姿勢其實唔應該喺呢度，而係要身前睇，好似咁樣。咁樣當個波打過嚟嘅時候，我哋只需要跟住個波，然之後擊頭就得，就唔會再有時間掌握上嘅失誤。暫時跳出影片一陣，我有冇好正嘅嘢想同你哋分享？喺過去1年半，我哋幕後寫緊60秒匹克球窩，而家已經可以預訂啦。你可以完全免費佢哋第1張，上 tennisbook.com 啊，嗰1張就會直接寄到你嘅電郵，你一定會中意呢本書。好啦，我哋翻去攞翻條片。我哋需要加入到我哋打法嘅第4個技巧，就係喺個波彈地之後加速。呢個超級重要，因為呢個係對比賽嘅一種投資。
意思係，如果我喺錦標賽打緊比賽，而我完全唔會喺彈地之後加速，我哋對手就唔會感到任何壓。佢哋一打完短波就會挨前準備凌空抽擊我哋波。相反，如果你一開波就識得加速，成場比賽當打到8比8或者10比8，分數好接近或者係一場拉鋸戰嘅時候，你個對手個腦就會諗冇嘢識得加速，所以我會打得保守嘅，咁樣就好容易導致失誤。當我哋喺彈地之後加速時，有3個主要規則要跟從。第一，我哋只會喺個波落喺球場闊邊嘅時候先加速，所以如果個波喺我隻鞋以外嘅位置呢，佢先係我哋彈地之後進攻時會考慮加速嘅波。任何喺我方格中間或者球場中間嘅波呢，我基本上都唔會喺彈地之後加速㗎咯。原因係當個波喺呢度彈起，我哋有更多選擇，令我哋嘅對手好難防守。所以喺呢度我可以打直線，我可以打中間，或者我可以打一個進攻性嘅斜線短波。我有好多選擇，令對手估唔。如果我喺球場中間加速，我唔可以打去嗰邊，會出界。我只可以打直線或者打呢邊，咁樣我哋對手需要防守嘅範圍就細好多。第二，我哋要睇一個目標去攻擊對手，我哋唔可以只係盲目咁加速。我呢度有 Ronan， 我會示範俾你喺我攻擊時會瞄準嘅主要位置。第一，我會攻擊佢哋嘅雞翼位，即係喺球拍嗰邊嘅膊頭。所以如果我同佢打緊短波，然之後我加速嗰個高波，你睇到咩？佢會好難應付，呢個波好難打。第二個位置咧，就係喺球拍嗰邊嘅臀部，好似呢度咁樣係好難發力嘅。好，冚住，你諗到咩？我可能直接得分，或者就算佢接到，佢都冇辦法大力回擊。最後我會嘗試打佢嘅反手位，令佢要伸到好開，尤其係如果佢係單手反拍而唔係雙手，咁樣會好難轉身發力。睇下，只係用到我手腕，所以睇落會係咁樣。好，埋你睇到個波彈高嘅就好易處理。其實我哋喺邊度攻擊唔係最重要，我哋只係想變幻莫測。如果我啱啱連續3球都加速打咗雞翼位，我下一球咧就唔會再打呢度，可能我會打咗個邊線。我只想令佢哋估唔到，呢啲只係我哋攻擊時應該瞄準咗主要位置。第三，當你打出加速球嘅時候，你唔可以期望一擊即中。好多人打完呢球咧，就以為自己已經贏咗呢分。相反，你要將呢球當成拳擊入邊嘅1、2連環拳。當你打緊拳，你唔會成日都係佢。呢個係鋪排，跟住先係致命一擊，概念完全一樣。我加速完個波之後咧，我會即刻準備好打下一球得分，絕對唔會措手不及。匹克球嘅節奏越嚟越快，你嘅對手攻擊同抽擊越嚟越多，你嘅手一定要夠快同有自信。如果唔係，你成場都會俾對手食住㗎喇。做法非常簡單，第一部分我哋要保持雙腳同重心完全靜止，留意我唔會好似跳跳腳咁周圍喐，相反，我哋重心完全靜止，只係用我隻手去反應，就好似我頭頂住一碟餸。我唔想碟餸跌落嚟，我要保持嘅平穩。我陣間仲要食嘅，所以我會好似咁樣企。跟住咧，關於點樣發力咧，大部分球員咧一開始學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學錯咗。通常咧係教練教錯，所以我幫你睇翻嘅時間，大部分球員咧被教導用膊頭去推，好似咁樣。問題係你咁樣係完全冇力嘅。呢一球嘅所有力量其實係冇自我嘅手腕嘅快速屈身，所以係好似咁樣嘅動作嚟到我手腕屈起嚟咩？我快速屈身，然之後翻嚟，我永遠都係打完，然之後重新準備好迎接下一球。我絕對唔會向外飛拍，因為咁樣我會俾個波打中我心口。我要打完，然後準備好迎接下一球。最後一步就係唔係嘗試佢對手心口打穿個窿，用盡全力去打。我其實唔介意減慢少少速度或者節奏，反而係嘗試將個波打落去嘅膝頭哥度，因為咁樣佢就被逼要向上打，咁我就會有個更容易嘅下一球。所以呢個先係正確嘅方法。好，
開始。好，埋你睇到嗎？當我哋做，佢真係冇機會贏到呢分。我哋再做一次。好，你睇咁樣就俾咗個更容易嘅波，我去終結呢分。好，而家睇下，如果你只係嘗試大力打翻去嘅心口會點？當我打翻去嘅心口，我就係俾機會冇向下打我，最終會令我陷入困境。好，開始。好，未。好，但係你諗到咩？如果我唔先將個波向下打，我哋對手一個好球員就會嘗試向下打。喺呢個來回入邊，你哋基本上就係爭奪緊嗰個低位優勢。多謝你睇到影片嘅最後，記得訂閱同埋喺下邊留言話，我知你會將邊個技巧加入你嘅比賽。我哋下星期嘅影片再見。YouTube 認為你應該攞下一條片，我都係咁話，繼續係匹克球進步。